曾经给过我支持的每位朋友。其实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常常在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没有出路，很想放弃。你们一定都看不出来。真的是你们给了我一份责任还有力量，让我能够今天站在这个地方，一直撑下来。希望我出国的时候，当你们遇到挫折，不要绝望，我永远会是你们最好的朋友。谢谢。爱为人本爱表下吹人呢，吹着万汉见黑上多见，安难过一年时间，含爱用半个3年，希望3年时间将熱情太富。人言講批蚊工作按好做，唔會去想出，唔會到煩惱。對我心裏想唔多，愛為出到台灣做，佔得本錢盡因你甲你結果。有個送本意，真實唔咩按種字，希望你聽我在心裡多想你。希望我不在的日子里面，你们都能够好好保重自己。让我回来以后看到你。沒有日日我想你，每日不假夢憶你，每家禮拜他天發，唐呀上金，唐呀上金安心就甲你講法講掉叫，但3年轉一張要甲你了。你愛照顧我身體，唔好擔心愛阿里，那個朋友在阿里全部沒知，從裡跳過送本意，真實唔咩按種字，希望你聽我在心裡多愛你。沒了錢